拉回来举，是拉回来举，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遗产，因为很多权术可能跟这一个都有关系，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留下来比较，就不知道那个原因。所以呢，这个有很高的一个价值这笑脸呢开始不简单我们再谢谢他谢谢，感恩，哇，感谢，不然跟这个。